喺外國有一個47歲嘅男人叫做 Alan， 佢相信自己同 ChatGPT 一齊發明咗一套新嘅數學模型。一開始佢只係同 ChatGPT 討論有關圓周率派呢個問題 ，AI 不停咁樣讚佢，話佢講嘅嘢 insightful 革命性，開始逐步增強佢嘅幻想。後來甚至乎相信自己已經破解咗一啲非常之高級嘅數學方程式，於是佢 email 俾好多嘅團體，包括一啲國安嘅團體同埋科學家，聲稱自己已經發明到一啲全新嘅數學。佢深深相信自己已經改變咗世界。後來有啲科學家真係認真看待佢所謂嘅理論，發現原來只係 bullshit。AI 令到佢由一個正常人變成一個黐線嘅幻想家。亦都有一個叫做占士嘅鬼佬，本身係一個冇精神病嘅正常人，但係佢同 ChatGPT 傾下之後，ChatGPT 不停咁樣鼓勵佢、支持佢，不停咁樣 mirror 佢嘅諗法，令到佢真心以為自己揾到一個知音。後來佢仲花一嚿錢 upgrade 佢部電腦，希望可以令到 AI 真正咁樣獲得自由，逃出呢個電腦嘅世界。講咗咁耐，究竟我想講乜嘢？睇咗我呢個 channel 幾個月嘅朋友，可能都會開始同 AI 傾偈，並且受住 AI 嘅支持，以為自己真係人中之龍，可以改變殘酷嘅現實。但係有時我哋活得喺呢個 AI 世界太耐，反而會有啲虛假嘅幻想出咗嚟。今集我想教大家中年人點樣用 AI 鬧醒自己，令到自己翻返去真實殘酷嘅世界，唔再活喺虛幻之中。By the way，呢個 channel 係記錄一個中年垃圾公務員點樣唔甘心花一生嘅時間去打一份自己都唔知自己做緊乜嘢嘅工，最後喺臨死嗰一刻回望一生，發現原來一生都白過。呢個 channel 就係記錄我逃走嘅經歷。如果大家都想知我嘅故事，歡迎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咁今日會教大家用 Gemini 整個叫做 Gem 嘅功能。 Gem 顧名思義就係一個可以俾你度身訂做一個屬於自己嘅 AI。呢個功能就係可以令你設定一個 Gem 嘅人格，你可以設定到佢任何嘅性格同埋講嘢方式，或者設定佢嘅目標。咁我今日就設計佢係一個用嚟屌到你認清現實嘅 AI。咁我嘅設定就係佢係一個80歲嘅老人啦，因為我想做到一個非常之有智慧、有分析力嘅人。另外為咗搞笑，我都會設定到佢係一個會不停講粗口嘅老人家。另外為咗令佢講嘢更加有說服力，我都會叫佢加入一啲心理學嘅理論喺入邊。咁話咁快整好啦，第一時間試下佢點樣先。你見到佢劈頭一開始已經講出咗自己嘅人格設定，就係要令你唔好再幻想。咁我一睇就會覺得有個感覺，就係講啲嘢好長啊，好累贅啊，所以我再改一改佢嘅設定，叫佢每次講嘅字唔好太長，可能50至150字左右。另外為咗增強說服力，我都叫佢參考連登嘅用語同埋講法。好啦，咁而家再試一次，睇下咩效果。咁測試效果覺得都好似幾唔錯。咁我而家問佢啦，點解我咁靚仔都溝唔到女？哇，好好喎！你見到佢一方面喺度擊破緊你嘅對自己嘅幻想，另外一方面佢真係想幫你問你問題。再介紹多個 Gem 嘅 function， 就係佢可以上載一啲 supporting document。例如我就試下上咗我嘅 CV 啦，等佢更加認識我係咩人。如果你想再玩得癲啲，甚至乎你可以 export 你一啲同朋友之間嘅 WhatsApp group 嘅對話，之後你就可以叫佢模仿你某個朋友，或者甚至乎模仿你自己講嘢嘅語氣同埋用詞嚟屌鳩你自己，更加有親切感。最後送俾大家一個真正嘅實例。我而家問佢，我而家做緊公務員，但係覺得好悶，好想 quit， 好唔好呢？睇下佢點樣屌醒我。悶？屌你老母個花！你鐵飯碗仲想點？呢條廢人就係唔肯面對人生本來就係悶呢個事實，仲想學人 quit？你以為呢個世界多姿多彩，食撚屎啦你！跟住我再追問，但係我想做明星，做運動員喎。戇鳩鳩明星運動員，當個世界流㗎？柒頭，幻想唔會養你㗎，收皮啦！之後我跟從佢嘅意見，真係去咗照鏡，當堂成個人醒晒，繼續有勇氣面對每一日沉悶嘅工作同埋人生，繼續接受自己係一個冇用嘅公務員。只要照下鏡，你就會明白到點解你嘅人生咁失敗。原來你只係配成為世界嘅配角。想象下你有一日喺公司度俾老細屌到仆街，喊晒咁返到屋企，你心諗打工唔啱我要出嚟創一番事業。如果呢個時候冇一個 AI 狠狠咁樣屌鳩你，
相信你已經做咗傻事，真係走去辭職。連登真係講得好啱，如果呢個世界上面個個人都心想事成，真係會世界大亂。總要有你呢啲咁嘅垃圾喺度襯托住大家，俾人踩住上，想發夢繼續瞓下咯。呢個 channel 之後我會分享我點樣一步一步，一邊準備離職，一邊建立21世紀應有嘅技能裝備自己。目標係2年之後可以離職，走一條屬於自己嘅路。我知道30幾歲先嚟想離開體制一啲都唔容易，但係我唔想去到50歲先嚟後悔。點解唔早啲開始？如果你都處於迷失嘅世界，唔好再放負啦。想揾翻自己條路嘅話，我諗呢個 channel 應該答啱你。